你本來係想食完飯啫，結果自己變咗做個老襯。千祈唔好再做其他人婚姻嘅第三者啦，因為你攞到嘅所有嘅錢，實質上都唔屬於係你嘅。就算你嘅對象早登極樂，都唔會因此生死事消嘅。對方嘅配偶始終都可以向你追索翻嗰位俾你嘅所有財物。你原本係想食軟飯，結果自己就變咗做個老襯啦。前2年上海有位姓沈嘅女士，佢喺度整理亡夫金先生遺物嘅時候，發覺佢同阿陶小姐長期保持不正當嘅男女關係，而且阿金先生喺呢段關係裏邊為陶小姐買車買樓買包買衫買埋魚蝦蟹添，以及各種各樣嘅轉賬，總共係俾咗陶小姐合計1997萬。咁沈女士自然係要提起訴訟，要翻呢一筆錢啦。阿陶小姐咧喺法庭上面係承認咗有段咁嘅關係嘅，但係佢覺得去世咗嘅金先生對於屬於佢自己部分嘅財產係有處分權嘅，佢只願意返還其中一半。但係就好似我哋之前視頻所講嘅，婚外情人關係嘅贈與行為，既侵犯咗配偶嘅財產權益，亦都違反咗公序良俗，喺法院係會被認定全部無效嘅。咁金先生贈與陶小姐嘅財產係要全額返還嘅，甚至陶小姐仲要支付相應嘅資金佔用費。另外喺呢單案裏邊咧，法院仲特別明確，陶小姐返還嘅財物當中，原本屬於金先生嘅部分，應該按照繼承處理。所以話做情人真係慘過自己俾錢上班啊！阿古生唱得冇錯㗎，別再做情人啦，做隻貓做隻狗，不做情人。我係陶律師，我會帶你少走啲彎路㗎。